女朋友每次行嗰啲有明太子賣嘅地方，就會嘈住要我買嚟整俾佢食。今日就分享呢個食譜俾你哋聖誕節整俾女朋友食。今次會用到呢部微波蒸汽烤焗3大功能集於一身嘅 Toshiba 3合1微波蒸焗爐。細火煉蒜油放埋一邊備用，加入牛油同麵粉炒製麵撈，再加入牛奶煮至結身，就可以用鹽胡椒豆蔻調味。喺飯上面鋪上法式白醬，就可以加入炒香咗嘅帶子同芝士。爐康溫度可以選擇70至230度，今次就預熱到220度焗10分鐘。焗爐體積小容量大，係入門級細 size 嘅首選。焗緊嘅時候就可以將明太子、蒜油、雞湯同埋牛油撈勻整成明太子醬。上下管立體烤焗嘅設計令焗飯受熱更加均勻。最後加上明太子醬、炸蒜同炸過嘅昆布絲就搞掂。除咗微波蒸汽烤焗3大功能之外，仲有發酵解凍等等42個自動功能，啱晒我呢啲乜都想煮嘅人。而家用任何牌子嘅微波爐、焗爐同埋水波爐去換 Toshiba 嘅料理之醬系列，即日去到1月31號都可以享有去舊迎新 trade-in 優惠，包括 Toshiba 全新嵌入式微波氣炸蒸焗爐都可以享有呢個優惠，最高可以換領500蚊超市禮券。快啲撳入下邊條 link了解詳情啦！